中没有柴，也没有米。没有工作，身家已见底，迟早会命归西。一家三口吃麦地，小孩偏要肯德基。没办法撑下去，唯有生白气。疫情里不顾脸皮生白气，每个人经不起严重疫情打击，行动管制完全没效力，发生许多悲剧，再苦也要活下去，失去生命太可惜，没办法撑下去，唯有生